表情练习，刘真绘本，红豆。从一开始就不能显得软弱，眼睛要用力，头也要歪着，语气要显得不耐烦。看什么看？或者用一副很烦的样子，眼睛往下垂着说呢。看什么看？不行，倒不如低下头，瞪大眼睛，低沉有力地说：看什么看？感觉好别扭啊！你就是新来的转学生吧？脸上有好多雀斑呢，头发颜色真特别。如果有人碰我东西，要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，面无表情地说：都看完了，给我放下。如果还不放下，就用眼睛瞪着他，大声警告。我再说一次，给我放下。即使警告了也不给我，那就猛地站起来，恶狠狠地俯视他，咬着嘴唇说：马上给我放下。是不是太吓人了？哇，那是什么？快还给我！要是有人不想和我一组，我也装作不感兴趣，看向别的地方。就算他们回来找我一起做，我也不搭理，装作没听见。即使进行小组活动，我也不认真做。就算我们组被批评了，也要装作若无其事。这样一定非常令人恼火。哦，他们组画的东西太搞笑了，看看那小短腿。再也不能忍受被人嘲笑了，我要瞪着他们的眼睛说：不要笑我！如果还笑，那就握紧拳头，皱着眉头，大声说：我说了，不要笑我！别以为在背后嘲笑我，我就不知道。胆小鬼！哇，真可爱！等等，我们一起走。现在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，走路的时候就瞪着眼睛，带着愤怒的表情。如果有人跟我说话，就装着没听见。米勒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小浩有话跟你说。你以为叫我就会答应吗？我什么都听不见。以为这样我就会轻易屈服吗？再怎么样也没用。米勒，我们一起去炒年糕吧。你快说吧。米勒，对不起，上次是我不对。我可能做得太过分了，我是想和你说话才那样的。我们一起玩吧，我请你吃炒年糕。这里的炒年糕可好吃了。差一点就坚持不住啦！切，不就是炒年糕吗？现在应该练习什么表情呢？阴沉的表情？算了，还是稍微表现出一点感兴趣的表情。您打算玩什么？要不就装作什么都没发生，一脸淡定地问问。那里的炒年糕辣不辣？我也不知道。等等，这个表情怎么样？